現在不止超高樓，一些公寓比較低樓層的，假設如果你像場地是安全的話，遇到濃煙關門，然後就地避難，然後打119，消防人員會報你的所在位置，然後讓消防人員進去把你帶出來。從市長上任到現在，總共花費了9億多，相關的救災車輛消防車有99輛，相關的救災車輛達到222輛，明年還有2輛的雲梯車會啟用，包括明年的總共有7輛的雲梯車，在雲梯車的採購上就已經花費了2億多了，所以在這個可以證明說，市長對消防救災設備的更新、替換方面是非常的照顧，希望這些設備都不要用到，但是在用到的时候能夠及時發揮它的作用。它是我們市场任內第一部最高的52米的雲梯車市场任內總可以汰換了5台雲梯車，前面4台的部分都是32公尺的，這是第5台是最高的52公尺的，採用我們瑞典大廠的全新底盤這些安全裝置包括 AEB 的自動緊急剎車跟我們車側的穩定的部分平台負重的話可以到達500公斤出水量可以到3800公升。這台就是更偏向於有電腦輔助控制，在操作的順暢度之類的，就是比舊的311車還要更快速了。它架梯只不用大概20秒就可以把梯子架好。总共有大概目前是22台無人機然後我們的消防機器人总共有12台，都有搭載相關的我們的熱顯像儀，可以從空拍監視我們火場的溫度，還有我們的消防機器人也是有搭配我們的熱顯像儀跟我們的五用气體探測器，可以探測我們現场的一些有毒的气体。空拍机的部分，它還有結合我們的 AI 的一些辨識功能，可以辨識我們的除了水域的人像跟我們山域救援的人像，這些都有透過一些 AI 的科技來做結合。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用雲梯展地護家園，衛星火柴天力器。為了因應這個新形態都市的高樓林立，消防設備高空救火或者高樓救火的時候，非常需要更精良的裝備。我們特別斥資3650萬來購置52米高的雲梯車，可以說是目前為止台南市也是最高的雲梯車。所以說面對将近16層樓高樓的火警是可以進行滅火的動作，加上它水柱的高度這樣上去的話，可能將近20層樓高的這個火災都可以應付。所以呢，我們還是呼籲市民朋友們要做好消防意識，要用防火的材料，在家中或室內不要放这个易燃的物品。平常在家中烹煮食物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用火。有好的裝備，有好的訓練精良的人員，但是我們希望這個民眾要有消防意識，這才是保障自身安全、生命財產安全的最大的保障。大家好，我是楊淑懷，歡迎收看6月2號禮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台南蘭山公墓目前也擱佇咧千總開發的爭議當中，信者方質疑開發就是炒地皮的聲音。議員就立定佇總質詢，以關心殯葬專區的未來為主題，要求市府澄清。蘭山公墓佇文資保留甲千總開發的爭議中，普遍抱着支持適度開發、反對無意義的專區保留。不過，因為文史工作者態度堅決，持續推動公投連署，好在議員被攻擊、被糾纏。對此，議員就立定佇總質詢對來關心殯葬專區的未來，嘛針對外界講開發是炒地皮質疑，強烈要求市府澄清。對此，台南市副局長蔣靈煌表示，絕對無可能去就抓嘛無要緊。外界有很多人都認為說，咱家要讓民間起厝，要讓炒地皮，所以我今天的意思就是說，要請我們台南市政府講清楚、說明白，到底這些是能
我嘛有聽到外口有雜音啦吼，講吼這就是含建商講好啊啦吼，啊這吼就要互建商咧起厝啦吼，啊要做殯儀館啊類似，我講這攏無影的事實啦，事實啦。資訊公開透明，大家都不會講任何的一些是非，哦，所以把它講開就好。因就講吼，想要去開起用講求製作，講來含伊製作嘛無要緊，都無大體無迄個私心嘛，他有可能講含迄個建商去講好啊，講要起換厝，他有可能，迄無可能。好，就跟議員報告啊，當初鐵路南鐵東移的時候，東移10公尺的時候，也是一大堆謠言，說那個時候賴清德前市長說他在那邊炒地皮，要那邊蓋房子，要那這那個，就後來就是那公園道清清楚楚。所以我覺得剛剛江副市長、江代局長跟您報告的部分，是可以作為台南市政府的立場。議員就嚟頂強調，應該開發的歷史墓地需要保存的，也是要有一個起頭。相信一切資訊公開透明。至於面對人區嘛興起反對公投連署的聲音，對此市府回應，任內會以公職事業的心來承擔責任。市長嘛認為民意是最終的正義。台南新聞軍籍林英庚採訪報道。最近，儕民眾去市場進行美容體驗，結果互推銷10萬塊的高額負債。這款糾紛平均3天就有一件。議員蔡小薇要求市府一定要看局處主動稽查，唔是等民眾受害才處理。手你感受一下，啊，甲抹者，我甲你講，這保濕。吼啊，這個防曬啊，芳芳啊，你感覺誒，剛好用。啊，你幫我拆開看覓，吼好。這全新的啊，你拆開啊啦，吼啊，你身軀有帶錢無？我甲你用一個吼無卡分期，唔免卡，咱就當分期啊吼，一天唔免100塊，俗啦，你一定買得起的。我也無要買啊。啊，你甲我拆起啊，我這全新的你甲我拆，我甲你講，我這攏有錄影的吼。議會頂管嘛攏有錄影的，你這愛甲阮買落去啊啦。議員蔡小薇為了呼籲市府有不少業者佇市場上傳利用免費體驗、贈送產品、試用等行銷手法所引發的消費糾紛，以實際判因業者佇總日順向市場推銷，因連業者引誘消費者簽下高額分期過程，互儕民眾只是去一轉市場，結果要派10萬塊的貸款。呼籲市府重視這款已經不是個案，而是平均3天就有一件的消費爭議，要求看局處實地聯合稽查。對此，市長吳依婷嘛表示，這款的手法等於是詐騙，一定要主動出擊。那這個業者啊，他其實就是利用民眾的尷尬感，跟給你很極大的一個心理壓力，壓迫你去驅使你去做這樣的一個消費，所以我們真的不要等到民眾受害了才來處理。如果只是逛個市場、逛個商圈，然後背了10萬塊的債務回來，這無形之中對消費者來講就是一個美容陷阱。執法的時候，除了消保官之外，我們對於一些宣導。包括你剛剛講毒品啊、詐騙啊，或者這也是詐騙的一種，我們要深入的到，譬如說長壽會、老人會，或是他們共餐的場域，我們就去宣導。啊，一劑量光化學，我們就製作那個這個錄影帶給他們播放看。還有晚上廟會，我們也可以做的，類似全面鋪天蓋地的宣導。最後一個就在執法的層面，我們對於民眾啊，如果碰到我們主動出擊，然後來把這個民眾受害的民眾把它減到最小。對此，議員進一步提出警訊，因為這款美容消費調解無成立的比例將近60%，互消費者求助無門，顯示法制面有望有真大的改善空間。所以建請市府參考台中直接到業者營業場所打警示公告的做法。迄是公布高風險名單，保障消費者第一權利，嘛避免閣有人受害。台南新聞軍籍林英庚採訪報道。
台南除了確定好市多2店進駐東區的好消息，另外一個這當來佇網絡不斷有傳聞進駐的 IKEA， 敢有具體投資台南甲設立的計劃？議員林依婷佇總諮詢替民眾來詢問，結果經發局長回應的答案是業者認為，即馬台南的消費能力也未到迄個水準，也閣佇評估。好市多台南2店進駐東區副都心，雖然也佇評估設立加油站，降低交通衝擊的對策，不過畢竟也是台南近來大型投資案。對此，議員林依婷進一步替多年來佇網絡不斷有傳聞進駐的 IKEA 問市，到目前究竟有具體投資設立的計劃，嘛希望佇市長任內會當宣布這項好消息。有人說呢 ，IKEA 早就已經買好地了啊！也有人說呢 ，IKEA 呢希望是政府來來協助找地，然後來開發協助，然後透過 OT 的模式來招商。也有人說IKEA 已經落腳了平時營區的周邊吶。那其實不管消息怎麼變都反映一件事，就是台南市民對城市的發展，還有對於這些大型商業投資案進到台南的渴望啊。所以我想問一下經發局局長。市長最後的任期只剩大概半年左右，我們有沒有機會聽到這個好消息？由黃偉哲市長親自的來宣布 ，IKEA 確定要落腳台南呢？跟議座回報一下，因為 IKEA 他們我們也接觸好幾次了，然後是他們的一個盤算是比較屬於那種商業模式裡面要能夠立即有回收。那目前他們在高雄市是有一處已經在前鎮那個區域裡面已經有，據他們事前的分析是說，台南的消費能力在家具的部分還沒有達到他們的那個水準，所以現在在考慮觀望當中，還沒有說做最後的決定。坦白講，台積電都來了 ，ASML 都來了，是美光都來了 ，AMD 都來了，那個高消費那些工程師都是高消費水準的。對於 IKEA 來不來，我覺得我沒有這個執念。雖然市長敢若無奈放下對 IKEA 投資的念頭，不過對着做價23億的安平漁港跨港大橋，會當佇2028年底完工表達信心。對此，議員林依婷再次提醒市府一定要提前規劃好金城里當地大型公園綠地開發甲景觀的升級，讓大橋通車的同時，嘛同步享受特色公園。台南新聞軍旗林盈光採訪報道。國軍第4作戰區實施115年重炮甲新式武器換裝驗證射擊，頭一擺佇咧台南喜樹海灘開炮，操作 M169自走炮以及105公里榴彈炮，分別實施4項射擊科目，強化部隊整體作戰效能。炮聲隆隆，國軍第4作戰區因應敵情威脅甲實戰化訓練需求，今年首度將台南喜樹海灘拿入起火炮射擊場域。2號上午首先登場的是 M169A2 以及 M169A5 自走炮實彈射擊。這次操練結合敵情威脅甲防區作戰環境，嚴禁部隊火力運用甲準備作為。就以阻止、延遲、擾亂以及削弱敵軍的戰力，達到防衛作戰目標，展現國軍捍衛家園、守護國土安全的決心甲能力。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力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日本東京都中小企業診斷師協會前往台南的生態工業參訪，實際行入廠區，見證台灣企業的韌性，希望透過交流，把台灣的經驗扎進去，造福日本中小企業。進前有着代表上強里長稱號前龍江區區保里長陳永和，其實本身也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伊所經營的生態工業，主要業務是製作各種螺絲，姓名享有國內外。
日本東京都中小企業診斷師協會一行25人，一下晡來到盛泰工業來參訪，走訪各廠區，實際了解生產的情形。現在借這個機會，我們學習台灣的著名的中小企業的經驗。然後呢，我們的主意生意是我們幫助日本的中小企業的經營，所以這種情況呢，對我們的幫助我們的中小企業在日本許多影響很好學習的方面很多事情。台灣進以這個半導體，大家攏在注意，那個 AI 智慧自動化的設備，人會要來看阮這傳統行業。我感覺咱也莫放棄啦，莫家注意，唔講咱就是傳統行業，咱就甲放棄的話，總是有人會看到咱啦。像今仔日的情形，就是講有真濟人去看到 AI 智慧，看到自動化，大家攏做興趣，大家攏做向往。但是呢，嘛是有真濟人可能去注意到咱，就像今仔日的日本人，咱的努力，咱的腳踏實地，咱一步一腳印的經營，安尼做，人今仔人看到咱。市長王美忒也特別教重歡迎東京都診斷師協會蒞臨台南，除了借此展現台南成為全球製作鏈當中的技術硬實力，也無袂記咧行銷台南，用水果來做外交。生態企業是中小企業的表率，那日本的企業診斷應該可以了解台灣的中小企業的生命力跟它的韌性，在伴隨着台灣的經濟成長。台南是台灣的古都，所以我們傳統的中小企業有它的非常具有特色的地方，也歡迎日本的企業診斷師能夠來盛泰這邊，能夠了解盛泰的一個發展的歷史，這都值得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的地方。日本診斷師協會實際行入去廠區，見證台灣企業輪升甲拼勁，也希望透過交流照鏡，將台灣的經驗帶轉去日本，做好國內的中小企業。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全台首創推出桃園青年運動娛樂表演人才培育計劃，唔但規劃專業課程，更直接甲在地職業球團合作。只要是18歲到35歲的桃園青年，就有機會透過這屆定選，對數人變身做職業啦啦隊。啦啦隊員充滿活力的應援，總是能瞬間炒熱氣氛。隨着運動娛樂與商業演出市場蓬勃發展，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看準這波熱潮，於22日宣布推出全台第一套結合專業培訓與職業球團媒合的桃園青年運動娛樂表演人才培育計劃。這不只是一場選秀，更是許多年輕學子通往職業舞台的敲門磚。青年局局長侯嘉玲表示，現在業界對於表演人才的要求越來越高，除了會跳舞，還要具備鏡頭魅力、說話技巧以及個人品牌的經營能力。為了讓年輕人有更系統性的學習管道，這次計劃主打舞台及履歷，協助青年及早累積實戰經驗，與產業順利接軌。那我們今年會有產生這個桃園 Cheer Star 的一個計劃，就希望培育更多的青年朋友，對於表藝有興趣的年輕朋友，透過這樣的機會來推展我們運動相關的部分。那當然，運動啦啦隊是我們着重的，所以我們今天找了陸小琴的總監來擔任我們的宣傳大使，也期待透過這樣的宣傳，讓更多年輕人對於他未來的職業發展有很好的借鑑的機會。那我想舞台的表演是非常重要，我們希望透過20堂的課程，讓更多年輕人可以培育之後成為舞台，成為他的履歷，在他未來的人生規劃當中有多一個發展。也謝謝產業界的合作，讓我們有機會，尤其我們有桃園雲豹的排球隊跟我們運動與經濟一起來共同推動。我希望這樣的推動可以跟產學官來一起來推動這個計劃。從今天開始，我們報名到6月8號，可以透過線上還有我們官方網站都可以有相關資訊，也期待歡迎更多的年輕朋友加入這個計劃。為了精準培育業界需要的人才，本次計劃陣容相當堅強。
特別邀請到職業棒球隊舞蹈總監，同時也是淘氣女孩啦啦隊總監的陸小琴擔任宣傳大使。陸小琴指出，這套培育計劃猶如為年輕朋友開創一條邁向職業賽事的康莊大道。我們這次的課程其實有安排到20堂課，不只是舞蹈課，我們甚至還有說話課，以及有一些體能訓練等等的課程。那我們這次也是非常鼓勵我們桃園市的年輕朋友們，真的要勇敢來參加，因為這條道路是非常的直接通往職業賽事。可能在年輕朋友在不知道的狀況下，懵懵懂懂的就想說，我想要加啦啦隊，那我要怎麼加入？我們就直接給你開創一條大路，所以歡迎大家來參加。這項計劃預計開辦包含舞蹈、體能、鏡頭表現、社群經營以美姿美儀等6大方向的多元課程。最吸引人的亮點在於，表現優異的學員將有機會直接成為桃園雲豹專屬啦啦隊淘氣女孩的練習生，提前取得進入運動娛樂產業的門票。甄選活動即日起開放線上報名，截止時間到6月8日，只要年滿18到35歲，且涉及就學或就業於桃園市的青年朋友都能夠參加。入選學員將在7月到8月間接受培訓，並在夏末初秋實際登台展演。有志在運動娛樂界發光發熱的年輕世代，不妨把握這難得的官方媒合機會。記者李成浩桃園採訪報道。嘉南民團國中的學生在國際甲全國發明展當中摕到首獎，連貫總統來自嘉南人的生活日常，親像是逐工漏水修路，等袂到2088公車，也是厝內長輩驚跋倒的煩惱。學生是安怎用科技解決生活的難題呢？咱做伙來看賣。民團上場。民傳國中的學生在創發營研發的作品中，再次於國際與全國發明展中嶄露頭角。首先來看針對基隆漏水之城痛點研發的電阻式漏水警示系統。我發現基隆有很多水管漏水的問題，然後所以呢，我們就在想要怎麼樣以簡單一點的方式去偵測，去第一時間偵測水管的漏水。水會導電，然後還有放大電路的晶片，這裡面有銅圈，外面有銅漆，然後水管漏水的時候，它的2個導電層就會導通，然後警報系統就會響。它的體積小、重量輕，易於操作，不需要額外的改造，皆可與新舊水管連接。我們只需要用一個連接器，然後放在2管之間，然後再用2個導電板束在連接起來，即可完成通電。創意不只解決漏水，還能救命。勇奪2025首爾發明展大會首獎的旋轉式插座，讓插頭不再因為反覆拔插導致電線走火。我們的作品是旋轉插座開關，它只需要旋轉就可以控制這有沒有通電。像是這裡的小燈泡有亮，就代表它有通電。反覆拔插頭就容易讓它壞掉，所以我們就插座自己本身當開關動就行了。它是磁簧，然後這樣子開關原本在這嘛，然後呢這樣子它就是不會通路，如果這樣轉過來，它就會形成通路。然後因為有磁鐵，所以如果歪掉一點點，其實它也會自動導正回來，所以沒有什麼關係。像我抓最近那個吹風機，就常這樣，這個拔插那個插頭的話，線斷掉了，小孩在旁邊嘣一聲，小孩子嚇一大跳。那如果現在我們這種是一種旋轉式的話，只用旋轉方式就可以通電、關電，而且它本身就內建有卡榫，很方便，就可以自己跳。溫馨的創意也展現對長輩的關懷。這一款分離式感應扶手，一舉拿下多項銀牌。長者在晚上起床上廁所的時候，他會看不到路，然後就会跌倒。然後我們這扶手只要它靠近在一定的距離內，它就會發光，然後長者就可以看到它，並且握住它。這個扶手就是人靠近的時候，它就會亮，像這樣。那當沒有人碰到這個感應器的時候，它就5秒就會迅速的關掉。我們的扶手和感應器採用無線設計，這樣就不會斷線。如果說這個街道很長，需要很多條扶手的話，我們可以在前後各裝一個感應器，這樣就可以提早的發現人來。他的創意點真的非常好。那這個作品呢，最早也開始也是從創發營小朋友開始的，應該是許希文小朋友吧，他們開始就是有這個想法。那剛開始的時候呢，他們的設計呢比較偏向說想要掛一個很亮的燈啊，在黑暗的時候會非常刺眼，所以逐步改良到讓這個燈管的裡面是比較屬於沒有那麼明亮。可是它一旦
整個天黑的時候，是烏漆嘛黑的時候呢，這個反而可以讓一些比較老人家很清楚的可以去使用，也不會受到眼睛的傷害。那你的感應器呢，可以隨時放在任何一個地方，只要老人家或者是比較行動不便的人，固定會到那個地方去，這個扶手就會連亮。而基隆人最有感的等不到公車，或者是車來了卻上不去等問題，學生也想到了電子公車感應站牌，讓乘客先刷卡預約，讓總站知道人潮情況。常常在我們家樓下公車站等115，但是因為那時候早上等的人數都非常的多，然後就是都会上不去車上，然後就会要等很久才有下一班車來，所以我們就設計了這個，就是可以提前刷卡，然後登記人數的，就是公車站牌。如果人潮比較大，那個流量比較多的話，就可以加派車輛，然後可以載更多的人。然後如果是鄉下的話，如果人比較少的話，我們可以派小型巴士，然後就可以過去直接載。因為你的這個刷卡的動作增加或減少，讓總站那邊知道說，我們這邊需要開加班車，不能讓他等，提升這個公車的使用的運用量。對，又環保又節能又好，就便利，太棒了！很開心，我們的孩子都能夠在我們的創發營中一步一腳印在老師的引導之下，慢慢的將他們的想法逐漸的落實成一個可見的成品讓他們的創意可以被看見，然後自己也有成就感就非常感謝我們建次老師的指導，還有我們輔導室團隊的支持讓我們這個創發營這個發明之路可以一路的走下去。從解決漏水到優化公車調度，銘傳國中這一群學子的發明，在國際賽事發光，更展現對家鄉與生活深厚的人文關懷。記者蔡小軍採訪報道。感謝你收看6月2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楊淑懷，咱再會。刚桃，只來1天也可以保職災保險嗎？可以。我們不是公司，這樣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職災保險會不會很難啊？一點都不難，可以通過統一超商 iPhone 機台申報，或透過電腦、手機上勞保局官網申報。代為申報特別加保的職業工會也能辦理。繳費完成，保障生效。實際從事勞動人員也適用於特別加保哦。特別加保真便利，臨時上工好安心。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我不要得腸病毒，玩具沒有消毒，可能會傳染腸病毒哦。我不要得腸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換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會傳染腸病毒給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腸病毒，老師說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掌握
在職業生涯馬拉松的比賽，照顧囡仔是大人，甲繼續做工課的雙重壓力，就親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氣。不要緊，補給站就佇個頭前，對外口減負擔，對內底補資源。社福職場系統優化，顧老搖囡仔同齊來做，隨時予你有夠力的資源，讓女性甲中國人者有實力再出發。阿媽你好，阮是來甲你送消防平安的，這是阮厝內24點鐘的保鏢。佇第一個時間，伊會當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講哦，隔壁有狀況發生。助警器有分偵煙室與定溫室，分別裝